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是可爱的妇女节，岳云老师在此祝福全体的妇女同胞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一切能顺心愉快哈。今天呢，我们特别呢选了一首女性的歌曲来送给大家，这是张秀清小姐的演唱的晚音哈。当然也欢迎男性同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请不要吃醋哈。今天是妇女节加播，没关系啦，岳云老师会记得，等4月9号4·9我也来给男生加播一首男生的歌好吗？请别生气哈。来，介绍这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呢速度是87拍这是一首降 B 调降 B 调3拍子华尔兹节奏的歌曲，作词作曲是郑红。我们来看第一个小节第一个音呢是咪咪1 2咪哒啦咪瑞瑞瑞哆啦嗦啦嗦咪。我们看一下来，海风吹着不知去向的心，咪啦啦咪瑞哆啦嗦啦嗦咪。再一次来，海风吹着不知去向的心，心有3个音呢是闭口音来，海风吹着不知去向的心。好，再下来的这一个小节这一句呢第一个音呢第一个字呢蒙蒙有同学呢他习惯念蒙蒙，也有同学要念茫茫，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不过跟你报告秀清小姐一起唱蒙蒙啦还有它是第3拍，而且前半拍要休息。咪嗦啦哆啦哆瑞咪瑞哆瑞咪2 3 1 2，再一次来1 2咪嗦啦哆啦哆瑞咪瑞哆瑞咪2 3 1 2。蒙蒙渺渺海角天边，蒙蒙渺渺海角天边2 3 1 2蒙蒙渺渺海角天边。这个边呢它的尾音是边，也是请要收尾音来1 2咪嗦咪嗦啦咪嗦咪瑞哆哆啦咪嗦咪嗦啦咪嗦咪瑞咪瑞哆哆啦，真心对你心是闭口音对有尾音是要收的，你也有尾音要收，无人比也是我较爱你也是所以这里有好几个要收尾音，请要注意来，真心对你无人比我较爱你。再一次来，真心对你无人比我较爱你。啦西哆瑞咪瑞哆啦嗦啦，啦西哆瑞咪瑞哆啦嗦啦1 2。为怎样后面要收尾音是有，无讲啥就来离开，离也是开也是来。为怎样无讲啥就来离开，来再来，我这里加了转音在这里为怎样无讲啥就来离开1 2。唱到这里主歌就唱完了，后面你到底爱我怎样开始的副歌，来主歌连起来，来1 2
海风吹着不知去向的心，茫茫渺渺海角天边，真心对你无人比我较爱你。为怎样无讲声就来离开？咪啦啦啦啦啦，咪嗦嗦嗦嗦嗦瑞咪瑞哆西啦。咪啦啦啦啦啦，咪嗦嗦嗦嗦嗦瑞咪瑞哆西啦。你到底爱我怎样才会愿意？请你讲出来。你到底爱我怎样才会愿意？请你讲出来。你到底爱我怎样欢喜？怎样才会愿意欢喜？请你讲出来。来的尾音是什么？一答对了哈，所以要记得要注意收尾音。你到底爱我怎样才会愿意？请你讲出来。唔通咪啦啦啦西嗦咪瑞发咪咪发咪瑞咪。哎，对不起，打了嗝了，来。1、2，咪啦啦啦西嗦咪瑞发咪咪发咪瑞咪。再来一次，来，我们唱歌词来。唔通你寂寞暝，找无你，做你离开。再一次。唔通你寂寞暝，找无你，做你离开。唔通是闭口音，地寂寞暝，找无你，哎，这都是这个暝跟这个你啊，都是收尾音一，做你离开也是一哈啊，这个无你啊，无你，哎，所以请要注意哈，来，唔通来，1、2。唔通伫寂寞暝，找无你，做你离开。2，好，非常棒，来，我们继续的，哆西啦，哆瑞咪，咪啦嗦，啦嗦咪瑞咪，2、3，哆西啦，哆瑞咪，咪啦嗦，啦嗦咪瑞咪。到底你，哎，我加了转音在这里，你要收尾音是一哦，来。到底你伫倒位？请你讲出声原因。到底你伫倒位？请你讲出声原因。哎，请你讲，哎，这要到有鼻音哈，到鼻子哈，讲出声原因也是有鼻音的，来。到底你伫倒位？请你讲出声原因。瑞哆瑞咪瑞哆啦嗦啦2、3 1、2、3。瑞哆瑞咪瑞哆啦嗦啦2、3 1、2、3。无声无水，这呢残忍。无声无水啊，这个字呢念水啊，岁月的岁了哈，哎，那个万岁的岁嘛，无声无水，这呢残忍。忍呢哈，哎，请你不要一下子就忍，哎啊，这样就嘴巴就闭着了哈。不好念哈，这个字呢是闭口音哈，大家要这收尾音是我念的是哎，到后面的尾完拉几个你加你暂忍，拉几拍之后呢，才才收成好，来我们唱唱看来。无声无水，这呢残忍，忍，哎，
忍啊，不是加你真忍，哎，没有马上忍啊，加你真忍。瑞拉咪瑞瑞咪嗦拉2 3 1 2 3瑞拉咪瑞瑞咪嗦拉呀，是你有别个意。哎，我们唱到这里呢，好，这个第一段啊，就第一遍了哈，第一遍就唱完了，来呀，是你有别个意。好，接下来呢有15个小节的间奏，1 2 3 4 2 2 3 1 2 3 2 2 3 3 2 3 4 2 3 5 2 3，一直到15 2 3。好，再来接这里，哎，接隔壁的这个小节，1 2。海风，哎，我们看到一个反复记号，有没有？哦，请看反复记号的终点在这里，起点在哪里？在第一小节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嗨哈，马上就要接，刚刚的这个第一小节这个风吹着不知去向的心，有没有啊？就是要再唱一遍啦哈。所以呢，我们刚刚唱的第一遍唱到哪里？有别个意，哎，这个有看到高帽子1跟3有没有？那高帽子1啊，一直唱呢，有别个意接间奏15小节，然后1 2 3，海风，哎，继续又从头又开始唱，又唱到呀，是你有别个，哎，这里这个高帽子只有1 3，那2在哪里？2在这里啊，2在下面啊。这个第39小节呀，是你有别个，第二次请调高帽子2 1 2 3 1 2，你啊，在这里你呢哈啊。就没有谱了，对啊。不过这里写的呢，画了一个蛇钮的符号，叫我们往前找，好，往前去找蛇钮在这里，在这里，你到底哎哦，那就是副歌嘛。第二遍呢，有别个1 2 3，你到底爱，就是要把副歌又再唱一遍呢。副歌唱呢，唱到这个第32小节呢，呀，是你有别个，哎，别个这隔壁的35小节，我们看一下，哦，这个高帽子1 3都是这里的，对，所以1 3呢都要唱的，有别个1 2 3 1 2 3啊。然后这首歌才有结束哈，才结束。哎，刚刚第一遍我们唱完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唱第二遍好吗？从这里第38小节最后个半拍海的这里来，1 2，海风吹着不知去向的心。茫茫渺渺，海角天边，真心对你无人比，我较爱你，为怎样无讲声就来离开？1 2，你到底爱我怎样才会满意？请你讲出来，唔通伫寂寞暝找无你，做你离开。到底你伫倒位？请你讲出声原因，无声无息，这呢残忍，也是你有别个意。你到底爱我？你到底爱我怎样才会满意？请你讲出来，唔通伫寂寞暝找无你，做你离开。到底你伫倒位？请你讲出声原因，无声无息，这呢残忍。
也是你有别的意。再一次来，也是你有别的意。哦，这样呢，这首歌呢，全曲2遍。演唱2遍半就唱完了哈，这就是我们今天可爱的妇女节送给全体女性同胞的歌曲。晚音您喜欢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推荐介绍教唱的歌曲吗？欢迎到 YouTube 频道来订阅、按赞并分享哈。您的订阅和分享就是给岳云最大的动力感谢您的订阅，来，我们下一次这个礼拜5呢会再见面，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